雙雙室姊妹出寫真打殘靚模，繼香港女星俾范冰冰、李冰冰等內地影星搶飯碗之後，睇怕連靚模都冇啖好食啦。皆因今年書展，除咗有林峰舊愛潘湘湘、吳卓羲緋聞女友張馨予，成功打入日本市場嘅小林志玲等國產姊妹出寫真之外，仲有台灣代表安心亞嚟爭食啊！幫雙雙籌備寫真嘅曾小姐仲話，到時會落重藥，搞個挫霸王選舉，幫雙雙谷書添。咁多外敵入侵，娜姐就醒啦，同師妹 A-Lee 出手機 app， 等班宅男有得睇又有得玩。其實就係一個加數嘅遊戲 game 嚟嘅，逐關咁樣過咯。過關之後咧就會有可以攞到一張我新嘅相。咁你會唔會支持下北方同胞啊？例如林峰舊愛湘湘咧？我唔識佢喎，好難支持佢。話要支持都支持熟人先啊！